台中有民众骑机车经过大智路的时阵发现讲有狗仔主人摕到一支爱的小手。遮尔热的天气骑机车即带狗仔伫咧佚佗，狗仔伫咧车阵当中一直软来软去，过路人就安尼一直闪来闪去，过程当中会使讲是真危险。民众看袂落去，甲即个影片打上网络，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伫咧虐待。 人坐伫乌多摆顶来带狗散步，搁互狗仔伫车阵当中走来走去。路面的车是来来去去，饲狗的人举着一支爱的小手害啊害，爱狗仔赶紧挖平，刷落来搁加速。后壁的乌多摆就惊伊弄着，条工骑较慢的，敢若看到狗仔根本就走袂振动。 民众看袂落去，翕下影片抛上网络。民众讲，当场有甲伊苦劝，叫伊毋好安尼骑乌多摆带狗散步，但是饲狗的人毋听，佮讲骑乌多摆带狗散步已经有年外。不太好啊，这样太危险了。这样有遛狗，你的绳子，要不然那个狗会不会咬人也不知道。网络顶真侪人伫批评，天气遮尔热，根本都无适合带狗仔散步，狗仔真可怜，饲狗的人真可恶，吊刷是要安怎？根本就是伫虐待。 猛热的天气让狗只在那个路上奔跑，一来它已经造成小狗的伤害，二来对交通会造成危害，可以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警方表示，带狗仔散步若是无牵绳仔，就已经违法；若是放狗仔伫咧路面走来走去，影响交通安全，就犯着盗狗的条例，更加有虐待的嫌疑。警察会来联合动保处通知饲狗的人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